新北市长侯友宜为着要防范新冠病毒，所以积极部署后礼拜一要来举办封城实兵的演练。那呢，这个感染风险上悬的台北市有咧做无？市长郭文泰认为，台湾的疫情已经有较回了，实兵的演习无必要。另外，副市长黄珊珊已经连3天无现身了，身体状况如何呢？郭文泰讲，伊伤忝了，需要休困。我伫甲里长座谈进前，台北市长郭文泰现身开讲防疫进度，大家关心台北市敢会举办封城演练。书面准备的桌上演习，我觉得成本比较低，要做我没意见。事实上，疫情已经下降的状态下呢，去搞大规模什么实兵封城演习，我个人是不赞成的。因为新北市再次超前部署，要伫20进行封城实兵演练。台北市虽然是无共调，不过郭文泰对封城的态度是相像。3月底，伊就要表示，无需要过度演练造成惊吓，只是就算无举办演习，不过为着防疫，副市长黄珊珊好亲像伤忝啊，已经连续3天无现身。这晚上要去茶叶店，你知道，白天要去市场，7点半还要坐在会议室哦，太累，给他休息一下，给他休。我说啊，你休息几天好了。体贴员工爱黄珊珊加休息，毕竟防疫是一场有久长战，休息才会当行较远的路。